欢迎收看《后山海上宫》，有法太加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係土社中阿中姑，強下一樓後生人打在鼓咯。聽定呢個是台學上熱情後天添，睇出咗現地啲所謂錯背人機出去了。根據統計，土人國際機場對2022年10月13到2023年嘅10月15歲，解放日計下到營業環境，呢營業當中嘅總運量超過2874萬人次嘅運量，所以看得出台灣人當期待錯定背人機出國去了。咁過來根本要了解後生人，為老太太強下來分享呢條錯背人機嘅細節，都到呢啲新世界事情咯，仲上來分享。首先，老師嘅就係阿子怡。大家好，我係 T 拜錯片人機主叫到爸爸冠嘅阿子怡。喜歡㗎，其實你看到呢個爸爸冠嚟。嚇？真錯啊！係啊，你最吵。冇，我係最電影下嘅。好掂。呢首老師嘅就係李家。大家好，我係啲生意經驗嘅臭邊人嘅，就本人升等嘅你㗎。祝你生日快樂！嘿嘿，生日快樂！好嘞，這樣。因為唔係加上嘢，莫玩用力，好不好？好，可能是其中他有給那個空服員還是地勤一些施壓。等一下當然講你好。第三三到小街都係白強。大家好，我係臭背人叫熱天為劇天臭挑電臭，因為我係國際巨星係中白強。國際巨星，集體霸凌的部分，就是我們在 Outlet 的部分可以看到中白強的部分。第四場啦，這個大家記起。大家好，我係遊戲強紅機機從天眼比行機嘅機器嚟。天眼比行機嘅。是比行機出錯。有自家操控哦。咩換比行機比出錯？沒。你咩講到像繞口令咁，有乜奇怪？好，第四場啦，所以叫做阿美倫。大家好，我係一年我出過1500個美倫。有錢啦！頭等艙哦，1500加起來係錯100，萬年嘅100嗌出唔多。最尾我識佢阿美儀。大家好，我冇一年出過1500，不過我可以重跳去香港、老馬來西亞嘅。咦？以前馬莎就唔掂啊！前用價係喺邊來嘅？你啊，挑定幾次價嚟講，唔過講真件啊，睇價嚟比上看次價，做乜解按好錯比人機麼？係記得頭擺錯比人機嘅感覺，問做乜解按好錯比人機啦？阿子怡。其實我咪好錯比人機嘅，因為我是家主動寫咋，唔係像記到按過睇啊，嗰種錯起來係行李箱，都行李箱，而且它還是隨身行李的，是共進嘛，這就是當便宜錯嘛。唔講你從點就會講到錯比行機就會出去搞，非常的歡喜，非常的甜，非常的享受。唔過講食材法雖然所謂按倒擺比行機，還會講到嘅輪流啊，度多嘅話，還會有啲會錯強嘅，會緊咗。唔過我知道，因為 LED 天檔本來當到嘅事情，就當然去安全，也咪係你自家出過去搞，自家愛承擔嘅風險啦。自家睇下。可以心理準備，唔錯。因為出去搞，你就會有按用嘅安排。有用心嘅風險啦。冇錯。先帶你個風險嘛。你講用煙流多田當狗。因為你聽說是有50天走天道嘅。冇啦，我喺鏡本唔係開啦。因為最好嘅就愛現象，不過最唔好嘅咪愛現象好啦。馬開事情就安排好勢。冇錯。給你家，唔知家有好錯比人機嗎？當好錯比人機，真嘅，因為出櫃當然大家都中意錯嘛，就像剛他自己講嘅，韓國呢係啲錯比人機嘅時節，然後那個在那個什麼，就是那的時候，就說哦，我可以窗邊的位置嗎？哎呦，愛從我那邊耶呀，做得，因為就做啲寬風景啊，錯，你就會說哦，都歡喜。不過偶鳥親麻煩。偶鳥這也是麻煩。不是買到外邊鳥都得。是一個位置就直接在窗。自己的部分，出來打，不然
韩国其實頭擺一開始啊，抽比人嘅時間，因為你會知道它這個機會很難得。不說翕相嘅時間，你們要做後來嘅3倍嘅機會，第一擺就起飛嘅時間，你開始來錄影抽嘛，哎，聽你嘅時間，而且要用那種就是那個縮時，抽，就用縮時，嘿，然後聽你嘅你還會高場，你要來去那個什麼記錄一下，你空中，嘿，你還記得比日本嘅時間吧？就看到上次會看到富士山啊，要抓緊那個機會，韓國降落嘅時間，你們要來記錄一下，就會知道哦，好像整個 set 都有嘅感覺，嘿，不過都厲害，其實加上嚟去比樣，再加上嚟去抽比樣嘅時間，其實就還會有一些嘅強啦，對啦，你啲顏色嘅關係還係用白，可能就會顏色很牛，嘿，因為可能就會知道啊，你睇比樣佢哋會都懂到嘅細菌啊，我懂到嘅偏頭啊，弄你卡哦，因為真的是細菌最多的地方就在飛機裡面，嘿，因為就密閉的空間，所以在最 M 啦，因為我記得會笑吐啊，嘅手機後，但是全部密閉，可能頭等艙張椅，真的。今天大家就知道今天的敵人很麻煩，我今天一次給聽你啦，一次就會去阿美，你自己有動好抽比樣機，去香港按多拜，去馬來西亞按多拜，都要下愛動好抽比樣。我咩動好，因為就像自己老李甲講嘅，就會動像出去了解感覺啊。那人家吃到這個都在啲比樣機上看到動到，冇看到嘅講景，講什麼呀？看到恐怖片，冇看到嘅講景，我杯樓地杯啊都要動。佢係要人知道最後嘅就像這個係嘅表演，啲田當比來比去比上比下。難怪有很多強調合唱團。所以我動好比抽比行機。跟唔係你自己啲嘅比啊，又唔係你都嘅。可以了。你還講不會比，我就覺得你可以那個了，就當是什麼電影人物一樣。需要看醫生的，知道嗎？給阿基顯的，你自己動好比。有啊，動好抽啊比樣機，就像大家講到看風景啊，韓國比到嘅田當那種，真係從調那種輕飄飄的感覺。唔講人哋嘅輕飄飄都係可能喺條那邊咧，時差能調轉來，冇啦。唔過真嘢好比到乜嘅，自家就講係開頭講到嘅，去試下嘅比樣機。哦，佢真件嘅操縱感對自家舒控哦，嘅高感對順控嘛，佢會停低得唔變嘛。佢講嘅人家就留嘅操控嗰種。往後拉就會向港上邊，啊你要不用帶下向前邊嘅時，我用出咗衝嘅坐嘅元首比賽用嘅，我以下係嗰種最容易係嗰種感覺。冇神冇嘅體驗。係啊，冇成功，那個大嘴鳥，大嘴鳥那個，係差唔多一樣嘅感覺，係啊。韓國要對而家嘅田龍燈會哦，看下嘅大廈嘅屋嚟啊，韓國茶就衝嘅員工咩？我都按過啦，就係看風景，按用一年比差唔多30分鐘邊咧，係啊，就看嘅風景來說，哇，非常嘅讚動啊！這種是還有發一個樣片哦，你沒有很多湯姆克魯斯比嘅很多，來說很多湯克耀旋啊，湯姆克魯斯啊，我覺得你嗑藥嗑太多，你看符符，我真的不能理解他的邏輯哈。跟阿 V 論，因為你看一開始講，佢一年要抽15擺，乘以2，30擺跟比樣機。不過真件啊，出過按多擺，可是我抽比樣機係不得不嘅限制，冇可能抽散嘅吧？啊，有可能太嚴，我抽幾點8點鐘10點鐘。冇搶救啊！嗰時候一天要抽比樣機，唔講話真講真啊，非常嘅強抽比樣機。因為嘅比樣機哦，有陣時唔係教講我分上分下，有嘅輪流嘅時節啦，啊，就開始數啊腳啊，全部都會進出汗。嗰個有陣時係大家唔係會 contain 休息，嚟咩叫進出汗？你下都講嘅比樣機聽過。各位，大家講話嘅哦，大家看天樣，但冇辦法真件認真看，因為佢有陣時嘅戴個耳機啊，嗱我只會戴一機。另外一集呢，就要開始彈旁邊嘅太一集係只那種環繞，跟人頭頂床，有人唱搖嘅，冇啦。你上時會有嗰種色咧啊，一種嘅，跟住帶一集過去同旁邊嘅聲音，過去看嘅空姐啊，有沒有很慌張，有沒有發生乜嘅事情？跟看有上時嘅坐嘅窗戶旁邊嘅時間，就要看嘅 Nobel 嘅眼鏡啊，係沒有好好嘅雲罩，雲罩啊，冇準，因為第一天當嘅時候，真嘅，每次嘅偏分啊，
算是我还有上色做的烧酒嘅话，有好拿酒啊，这么烧酒风酒拍不冲不出来，淋都忙睇做酸的，因飞眼咩唔怕咧。很辛苦，就跌落去唔驚痛咧吼。係真我分開嘅時間，有一擺嘅空姐啊，就拿個船嘅班官就做啊鬆本色，因為佢拿強倒擺嘅，佢突然強翻咧，太麻煩咧。係真嘅。你種人出過去嘅，炒比洋機家下咩懂麻煩，真係會點聽。個白客唔來講下，你自家凍好炒比洋機冇？哦，全件凍好吼，就家下講吼，乃有你唔好炒比洋機，從喺度係因為去到我背下國外做鐵路啊，當時上就去啊。尤其係我記得咯，月薪4000哦，我一年哦，將近差唔多19兩百哦，就但係係來回就差唔多30擺。該時這錯到吼，而開始咧當然係當場啊，開始喺個之前講，哦，之前我做窗門啊，也係看我部嘅風景啊，也係食埋嘅飛機餐啊，結果錯到最尾哦，哎呦，患上一種病咧，叫做飛機疲乏症，就是炒比洋機就衰木，嘿，衰木，香港我直接落去講吼，唔會讓我打擾。不用上飛機餐，錯，就本來愛用點錢，愛用到改片水墨數就好咧。咩後來係因為疫情進國際以後，我發現這個，愛上飛機的這個感覺又轉來了。再過一次。韓國，你從不良去看我部風景世界，咩去背嗎？你會覺得人生就是如此，你可以又都有顛簸，太誇張，又都有顛簸。我下3萬掉，你怎麼去背？不過講到個時間永遠係記實咧，馬解？講到記實啦。哇，從應該顏色咪差唔多咧，就是要辦得熱鬧一點，大家要記得來看我。以前那有戲有咯。各位旅客，我們的飛機即將入土，請國謙先生入土為安。好啦，唔過來請各位老太太講說，這個睇下炒比洋機是可能會拄到動多的事情。韓國第一擺炒比洋機是在天朝到兩下現象撼動深刻。第一擺炒比洋機係發生哪啲事情呢？等下就來繼續老太太向下來分享。培養時塊後生的客話，大家都炒過比洋機冇啊？今日呢就係老大家分享更多有關炒比洋機嘅詞彙哦。第一就係飛機、飛行機、飛行機。大擺啊，炒飛行機嘅時節，我都非常歡喜呢。第二，機場、機場、機場。我哋來到機場嘅時節，比洋機已經比較咧。第三，空服員、空服員、空服員。我嘅夢想啊，就係變做空服員咯。以上嘅詞彙，大家都好會忙啊！我記得好好地複習，繼續好學翻哦。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台上講嘅節目現場，因為上一團有第一團就問大家講，這個好炒比洋機冇？韓國咧大家可能細漢嘅家下就開始有炒比洋機嘅經驗。第一擺還記得冇？自家第一擺炒比洋機嘅時節，阿志怡。還記得。佢可能唔係同細家下。嗰陣時係嗰時候16年生嘅時節，係嗰陣時就係同屋企人，大家就會去日本搞嘛。跟住我第一擺炒比洋機，其實嗰陣時我咩唔掂講，我就炒比洋機。嗰陣時咩同學院冇讀到輪流，不過我讀到件事情就係我義工就懂唔鬆鬆，就懂通，係唔但像係名嘅我估就非常會通，就條南咩懂通，不過嗰陣時就年歲有懂事，我就對出講到會講嘛，我就唔知發生乜嘅事情啊。嗰陣時嘅比洋機當紅嘅空服人員，佢哋就非常嘅習慣會讀到啱嘅先，因為我有嘅聲音，我就緊糾字，嗰空服人員就認同好，還貼片那個結果嘅本來，佢就講咩啊，就判下結果嘅哦，人家義工就會較好哦，我就判講我要緊糾字，要緊判，工作就上氣不接下氣。就判唔出來，後來就我就有啲講炒比洋機，我媽媽啲我會有按樣嘅情形嘅問題過後呢，大擺後來愛炒比洋嘅時節，
唔是在假怪，佢就要特别突爱去诊所，去请个医生，就讲会爱拿个草鼻行佢嘅药嘅。晕机药嘅，安眠药不你水吞。唔係安眠藥，暗啲藥係乜嘅東西嗌一下，行起唔啲，乜嘅係草鼻行佢嘅藥嘅，係佢身體嘅草鼻行嘅藥嘅過後呢，你講就完全嘅腹痛會鬆手，很痛，非常的痛，為什麼會痛？為什麼會痛？唔會痛，係痛痛，係痛奇怪啊！可能捱咗健身嘅草鼻行嘅藥食到後來一下，係因為捱太了，後自己會調整嘅，就唔使食藥嘅咧。有可能佢這種藥嘅很多就像是暈機跟暈船藥的原理。可能咩可能有對一種你比如講屁股啊、寒多啊、流鼻水嘅時間會食嘅幾種藥嘅，有一種抗組織胺的感效果，或者像降低敏感度。我現在你就是按跳敏感的你就會知道跳哪邊。那就懂敏感。連它都在晃到哪一個程度了，我也不曉得。我有按人感覺，跟阿飛機，你體積你自家起到哦，你臭不兩機家下，又對你家下機講到嘛，機動很熱，體積擺臭不兩機嘅時節，冇拄到亂流啊，又講冇拄到乜嘅清空，自家假使拄到那種清空嘅時節，你用解散。像有一擺踢拄到亂流，是拄到亂流。拄好愛坐嘅鼻行機係愛去馬來西亞嘅馬航，嗰種時拄好馬航有新聞就唔見劈嚟嘅，跟就開始馬航失蹤案件，係，所以嗰擺我就啲愛去吉隆坡嘅陸航田檔口，所以就我就動應種心中情感度就動。驚死敢唔驚嘅？係，拄好我做當含有紅酒鼻，我就想講，唔係嘅蕭敬騰嘅王菲嘅 T 機花，搖晃的紅酒杯。尷尬的部分，這個好像看你啊，主持人，看有買一隻爬去，你很沒記錯，你千位都係咁嚴重嘅故事，結果你講埋嘅蕭敬騰，係啊。拄好冇事情，不過也係就是當警察。就鳳秀就是睇嚟啦。係鳳秀也冇幾隻故事就喺邊度記，愛衝擊激發天天。不過佢咩冇衝好。係啊。再給你一次機會。算了，好浪費。這段可以卡掉，剪掉。阿志，唔家一開始講好的第一擺冇拄到亂流，唔過真件後來有拄過冇？真件後來有拄過，我講我喺同大家來分享都係愛朋友嘅故事，唔係愛嘅故事，係愛有用啥朋友，佢哋都拄到當經營家嘅故事，睇啥朋友佢嘅用事，我去嘅金門，佢講佢去金門啊，比你300。張多比你300，冇錯，係強一表哦，強一台比行機，都過用，我澎湖都去金門。天班有埋去，佢條比送去過後，就讀到埋個希望撒鹽，就冇辦法講落個嘛。講說啊，用個啥咧，就比咗去長山機場冇錯，佢天班有埋去咧，又讀到埋個雷雨高架，寒風夾雨，就。佢對人講哦，天一班行啲嘅天檔啊，你嚟6天，係又轉去嘅長山機場，係睇300張真勁順時多。哎，有問題嘅6天算用蠻算嘅，事不過三啦，總算係多嘅啦。不過天一啥咧，我一個朋友咧，佢係愛去日本，我知道一隻故事就有對對人講咧，比較下係那對人講，係為嗰陣時我嘅朋友佢係讀到太亂流。你記住動鏡，讀到太亂了啊！佢比行機當我娘咩，大家就動鏡就勁險，佢記咩勁仲一樣勁來電一樣勁平，佢咪要行嘅紅酒杯。後來呢，佢嗰陣時就跳動款，動上去盤，佢看到順風影啲，就上歡迎衰到動手衰線啲咯。佢要動款動上去盤，後來就勁平，講上講下，佢就盤到嘅順風嘅人生當空。順風嘅人就本佢盤相嚟，唔係有啲金毛太像，盤相，每隻盤相過後呢，經常人當好哦，因為嗰陣時行啲亂流嘅過程當中，經常人就講啊，冇嘅係安慰佢講，唔是驚，跟人真係當好，跟你朋友應該係動獎嘛？真嘅，佢吹動獎，但是佢應該。
冇相關，冇相關。大美女，大美女。做對我，做對我，哎呀，安撫一下。你什麼跟你真你就會誰來？大家漢白臭比人機，愛生意兩種，一種人就會陳美儀，一種人就會生意也順風，人會破。最得人講結果唔係亂流，係也順風嘅啥。唔過像陳美儀，那係你讀到嘅會破人，係動講嘅時候會記住做地啦。哦，沒係啦，他就覺得他講人生當中。孫沙都得搭訕，係冇？係哦。他生意掉了，他那一可能嘅社會新聞頭版就看到。哦，有可能。你家咩來分享下？你自家讀到亂流。係真見懂定人講，因為我知道臭比人機吼，最近就得到讀到亂流嘛，得到亂流啦，得到嘅詞彙是流噶，沒亂流。讀到亂流係安樣。唔過因為我知道，最近嘅行係讀到風采，讀到風采嘅時間都係要慢一點搭飛機呢，還是要趕快搭飛機呢？我幾有講做得比，係，我做得比嘅時間，習慣都會做強強嘅。冇錯。嗰時我就因為風采，我香港轉到台灣嘅時間，香港都好有風采。行我記呢，你行係順序有比啦，不過其實動漫戲比動漫公路，行過啲比嘅時間呢，佢要按樣上下按樣，係一下嘅動作，啲兩位共上共下，這邊公路嘅時間又講唔下輕啲，又再飛上去一次，然後又再下來一次，差唔多有3倍嘅時間。我又係3倍。真嘅，當地人講，係因為你心情當緊張，行過外國較緊張，係因為我仲想去上偏手，就像剛剛記到講咩嘛，就。因為亂流嘅時間佢偏什麼關係來？錯，行過你做唔嚟停頭嘛，做唔嚟亂行亂走嘛，吼，故說嗰時間係其實就當上會是戇尿，又知道當緊張。有嚟錯出來咧，還有心理上。做唔得啦，心理上用來裝啦。OK 冇啦。所以講你係做得啦，做得啦。不過我係喺當地人嘅經驗，因為真件雖然係環面嘅公路，但是你真件條內係平靜嘅，當然會有營養嘛。會，就老頭擺唔會卡上會臭鼻人嘅啦。就讀到那種事情，你自己心裡會有陰影。我有。哦，看到一個像是草繩一樣哈，就是杯弓蛇影，還有那種一次遇到草繩，10年就怕草繩。真嘅。對啊，而且韓國我記得我這時候好像是大概晚上10點11點嘅時間，東亞嘅時間，轉到台灣真嘅，轉到真係看唔到我 boy，就完全係暗嘅，就是全部都是雲，然後外面暗暗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係啊。不過臭不兩記嘅時節，除咗那種讀到亂流，還有一種情況是講，比如講該不用半記啊、滿分啊，又係講自家輔導。你用讀到那種新鮮些痛傷啊，這種自家一個航空公司自己滿分啊，就誤點些，可能會有破傷。不過可能又相似係自家輔導、自家來唔切。白camp所以老太太分享一下冇？老太師嘅故事。係老太師，因為其實咧，我差唔多6、7年前，我要去榮視來主持一隻節目個。嗰時咧係因為榮視嘛，東台嘅電視台，所以記得我聽嘅就係偷電廠。又係偷電廠。 6、7年前是做偷電廠。重點係乜嘅咧？就係嗰時即係北京嘛，老太師。所以佢完全冇法度按樣比起來啊！所以我係錯到不讓佢地背讀嘅時間，突然聽到嘅廣播講乜嘅？你下半記吼，因為老太師，所以韓本來定嘅差唔多4點鐘。哇！定，好低係那個偷電廠，所以經過上乜嘅食嘅東西啊，喝的東西啊，買嘅東西。結果咧，定係4點鐘，總算定到係起步嘅時間，佢突然廣播講，今日班機取消睇咧。都是比人幾倍多誒。嘿，佢講吼，你下吼，依照那個班機艙等吼依序下機。哎呦，咁首先哦係偷電廠嘅人下吼。直接優先下架，趕過軍艦動河呢？也可以去也可以去談到起笑台的時間，他們驚怕讓香港透露啊，所以心情動緊張啊。我記得按照階級劃分去，哎呦，覺得有尊重哦，有尊重。基本上係咁，他們補貼你嘛個那個貝朗基地位都係餐券啊，50錢的哦。韓國哈，因為該時間係按部偷嘞，所以他免費送你一家這種5星級的酒店。跟經濟艙咁要？經濟艙咪就我記得係3星級。你係5星級的，韓國5星級係232件哦，
后面经济舱系2沙1件，韩国你用办去到饭店底嘛，你偷电厂吼赚差来接受，你对我还有年来供差沙丁。你是那种加长礼车吗？有加重哎，应该司机还有喂，某满欧巴，用欧巴哎，我完全就感受到那种偷电厂不能坐床感觉。我跟你打从前在头前还挂一种胸片那个。所以呢，偷电厂该叫敬仰不来讲哦，真的是爱死这种阶级划分的感觉。难怪把他们压压你都同人家划分阶级，都会看得出对，还有上台上过阶级的分别。就把 cam 可能多两倍。没有，你看6年前就有过，用东澳的最矮的。好了，我讲正经啊，台下臭不良记的时节有拄到动嘅事情，比如讲有上次有人动好臭不良记係因為機上嘅體驗冇強用航空公司嘅飛機餐，不過台下動好飛機餐嘛，香港呢臭不良記嘅時會拄到內底有升級嘅事情呢，等下再來繼續大家強下來分享。給平常時嘅飛機餐唔係飯就係麵嘛，給這種時呢有幾百人拿到嘅就佢就本來一包黏黏的東西。完全看唔出來一包東西，係咪？水爆哦 hamburger， 水爆，啲經驗拍緊面啊！不一樣嘅咯。牛肉涼水爆，便宜則大塊，用夜盤，多好嘅胸板嘅動作，我覺得唔錯啊。歡迎大家到咗嚟後上台上個節目現場。誒，上一段是問過大家講，這個係這個錯不良機嘅時節，有讀過嘅誒班機這個滿分嘛。不過有上次，有上次有種情況係這個明明就多嘅機槽，結果木主漸看到不良機這個面頭前，比較有安用應該事情冇阿比倫，你講講，連比洋機嘅面都冇看到，木主漸看佢比正啊，根本冇看到佢。我記用是喺 T100出國，去咩去香港，我記用是 T100唔抵講，喺 check in 啊 ，check in 點樣講 ？check in 我呢條係，你那都去嘅就做嚟錯。係航廈，我唔抵講 check in 嘅航廈，可能留嘅我定期嘅航廈冇平樣，冇當然，我咩冇先去看，嗰種我記用是 check in 圖 T100航廈，拿到機票以後就圖一片食飯啊、聊啊，聊天啊嚟，結果就開始談到登機最後廣播，就哎呦，很那名嘅點嘛，嗰個就發現講航廈冇平樣，嗰人做坐嘅巴士啊，坐到嘅啷個一隻航廈去，結果都會專門嘅櫃台講，嘅比人見咯，佢講比這位，根本連面都冇看到，根本就冇坐到比人，冇啊。冇定，因為坐嘅係廉價航空，不說佢冇定嘅，佢都比較嘅。充電器啊，佢時候來回張買2800塊，嗱佢用是單場嗬，轉去單場嘅票一種就8000。哇！看了幾多錢？我通常係要假設因為 check in 以後佢會訂，真嘅 ，check in 係頭等艙嘅吧？有日本嘅前幾風差到嘅高速公路當中不差10度啊！佢打電話不那個總公司哦，佢會訂呢，就 check in 嘅時間，因為它超過60分鐘，其實會關停咧啊！真嘅，然後睇下講偷電廠嘅警察佢會訂。真有可能，安排大家駕駛坐嘅比人嘅快件同用，因多時間嘛，叫嘛，所以係佢開嘅，因為偷電廠係幾天噃，係啦，太難看唔到，對，要用滿點嘅關係，大家有啲可能偷錢有啲盲道，加上你可能想撞，就係佢。不過講真嘅，要等於臭不良機，有人講嗬，佢係天然冇強用不良機公司嘅提供嘅種飛機餐，可能大家。嘛，又因講嘛，像有很多營養，所以說其實你到高空去，因為人的那個味覺哈，感知度會下降，所以你前面嘅東西，你就會知道冇味冇屎嘅感覺。至於你知道你懂好食飛機餐嗎？我其實好蠻好食飛機餐，不過有一班我真認識到英雄同陳客嘅飛機餐係同特別嘅，係幾種食法。唔係㗎，網餐嘅飛機餐，咁咪少。係意思的。冇，講東定咁。
因为呢，英雄同城客唔係同啲物件，係真嘅係有名有姓啦。嗰時呢，我就去嘅高中時，我去美國紐奧良嘅片交流。嘅因為我去美國啊，我就發現到一件事情，乜解咧？嘅飛機場其實佢會講你要去哪，佢本人嘅飛機場就會同嗰啲冇錯國家嘅文化還有特色有關係。我喺幾擺張發現到一件事情，嘅平常時嘅飛機場唔係飯追麵嘛，嘅嗰時呢有幾擺我拿到嘅就佢就本來一包黏黏嘅東西。完全看唔出來一包東西係乜嘅 hamburger， 水爆，啲經驗他咁樣啊，咖啡樣嘅冇。紐奧良水爆，平一家大塊用捏盤，都好嘅想法嚟，我覺得唔錯，不錯，客家航空。會唔會每攞埋個全家合作㗎？那不一樣嘅合作，對。你做的唔過唔係，嗰時我就說。睇青菜嘛，看起來就唔係凍醬啊，係打開來看起來咩係姐姐，就係一隻太漢堡，係太漢堡，就姐姐太漢堡，係唔過你哦，真的是人不可貌相，漢堡也不可貌相。佢我買嘅胖啊，雖然唔係瘦瘦嘅哦，唔過你係要皺皺嘅，韓國你將地杯度唔會實體，喺地杯度加一嚿，係會成為 QQ 嘅凍好食，係我一下想起來係哦。真係當好食，當上喺只個四月拜。咩叫？可能係因為你都高空檔吼，就是講咩冇辦法好食。可能係都市謠咧。都市大漢堡佮加一個熱狗，個 QQ。難不好吃哎。哎，對啦。也不是這樣講啦，可能這樣子正經東上來食。因為做凍久的啦。係啊。不過正經嘅吼，那個 Skytrax 有個英國有個評比公司，就個航空公司評比，結果發現2023年嘅前10名全球前10名嘅航空公司，第一名就係大家最上嚟到，就是新加坡。哦。新加坡航空。第一名。要不要一張籌證來？哦。要不要抽先啊？哦，先有錢。第一名咧，咩係大家當數是唔過頭牌就打到頭名，所以卡泰航空、卡達航空，哦，再來係全日空、全日空，哦，阿聯酋航空、日本航空、土耳其航空、法國航空、國泰航空，沙海來呢就係台灣人嘅驕傲，長榮航空。第10名就係泰韓航空，即係前10名唔知大家有坐過哪一條嘅飛行機嘅航空公司，你最後記得嘅飛機餐冇？阿里家來分享下，你最後嘅飛機餐係乜嘅？係講你完全唔好。誒，其實我做坐飛行機吼，最特別就係你做得了解到嘅國家嘅文化。係，嗰種像愛生那一種，我知道最後是嘅飛行機餐，我知道還係長榮航空跟華航。真的，那因為是台灣味的那種飛機餐，不知道你真係，喺個你坐過東東嘅歐洲嘅航空嘅飯，你真係說好懷念那個長榮跟華航那個飛機餐，你知道嗎？係，因為你會知道，誒，我咪冇 Q 用嘅飯，你生唔習慣。其實台卡都冇按那種機服很常飛歐洲什麼航空。哦，謝謝啦。好，他比較我也沒有那個頭等艙系列，我是經濟艙系列哈。不過我喺老太家小記係因為嘅呢個長榮啊、華航航空，像我一般就坐嘅華航嘛哈，像佢就留給五同號來聯名那個有關茶系列的餅誒，韓國有老茶哦，有相關嘅哦，嗰種係做凍貼片啲嘛，因為本人凍到跟外國人啲講，誒你台灣嘅茶啊、凍好食啊，有做啲用餅嘅風聲後來去感受一下，跟再過來呢，係做凍貼片嘅飛行機吼，就像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坐過伊索比亞航空，就非洲嘅伊索比亞航空，啊，佢凍貼片就係佢有個秘魯係那個黑人爆炸頭，超級可愛的，而且只能限量1瓶，就覺得啊，好喜歡，因為你已經基礎啦。唔夾，好，再過來我老太分享吼，就係我愛坐嘅芬蘭航空，Nokia 嘅故鄉啊，係 Nokia 嘅故鄉，唔過佢有個國民品牌哈，跟台灣嘅東風，就很多 Marimekko，對，它就是那個點點風啊，很可愛的那個風系列的，它那個餐巾紙就是那個聯名的，再過來佢也有那個小白酒，那個白酒就是 CC 罐呢，去加做帶鑽器，然後來去紀念，然後蛋糕又係他自己的一些圖案，我覺得懂得一下。就是航空公司懂杯，對，還有懂得啊，那真嘅，懂杯想你來買，真嘅懂貼配，真嘅你那個駕駛有抽到兩種航空公司，你會知道哇，感覺自己好像那種 CP 值很高的感覺，用附加價值跟阿基顯，去個印象懂深刻，老太家分享下。還有設備嗰個中南民族嘅航空公司，哦，嗰種是咪就
200-300比，古时候抽比样机的经验无按到，古时候飞机传媒无按到。啊，不过这种时就吃到动贴片就会讲，哎呦，总难比如嗰边红线啊，虽然他唔像你亚洲红线，迄设计的饭啊、面啊，用基本他集权的食物嘛，係嗰邊設咧係最近做漢堡，韓國牛肉排。哦，胖誒，錯，其實都差唔多按用嘅食物。啊，唔過看就是動批鬥嘅就動向，看佢用嘅做動好食啦，係啊，就是即個口感唔係講動好樣嘅吼，啊唔過係做較早地位啊，所以講比起你平常時食嘅店都，比行幾當紅，啲嘅人機吹向到嘅早睇樣咩啦，即係老隻一般你食嘅比起來吼，真件就即係講有差，唔過係即係講咩真件動貼片，咪中南民族嘅比較紅線，一般來講。它是會比到給 V 戲，咩這種是係 V 戲表演的關係，這種機票還用食到，就懂貼片體驗，體驗明白，就是買一個體驗啦，不是說我今天唔係買哦，這種是籌備樣機唔是錢。炫耀可以鋪貨，係啦，有沒有 K 呀 K 哦冇？大使的部分，係啦，台式嘅部分，歐式嘅部分。好啦，美倫啊，老太又收記下台灣最新嘅國際航空。係，係咩嘅？其實家啲有講到啦，台灣菜鐵結合嘅嗰種飛行機艙，嗱喺做嘅新宇航空、新宇航空，佢咩要動到台灣菜鐵嘅品牌來聯名，比如講有看到有塊胡同燒肉啊，還有留嘅啲台，真件係你看嗰個藍色嘅最近超有名嘅。星空湛藍2.0嘅調酒，大家講嚟做同比樣地方食酒，跟住啊酒呢，其實就會留給台南在地的酒吧去聯名合作的一個調酒，真嘅。嗰個是什麼嗎？其實我講啊，如果有啲排泄，因為佢要調一麻煩，嗰時候佢係有慳吃，有啲紅線較多呢，佢就冇提供啊你嘅本色，因為佢要調當麻煩。跟當然呢，前一步嘅，佢咩有留嘅拉卡人合作嘅蜘蛛人啊，卡通人物蜘蛛人聯名，古時候唔看到佢嘅動作嘅餅嘅啊，又係講餐具啊，全部都會有拉卡人嘅圖案，我知道一定影響。大家真件當然味道咧互通相容，韓國咧嘅調酒當清楚自聽，嗌做生意行。我也，因為非常有過激的，因為呢個主要項目係黑金色，對，所以錯嘅生意航空嘅，其實當中嘅其實會有一種奢華感，一種恰發嘅感覺。咁個時候咧要1分鐘嘅時間，然後大家可能自家上水母嘅時間可以學一下，因為等下對1分鐘所以中白卡嘅時間，讓大家來小解一下，調電廠都在上港用辦銀行，都在調電廠入邊，錯過調電廠嘅就係冇錯調電廠嘅習慣啊，係因為我今年讀好30歲，30歲我剛30歲。你那個金鐘獎用過的梗，請拿掉。所以應該是聽我攀下台啊，所以應該是本來想搶台架學盤，結果後來想本來自己好掉嘞，所以就給自己一個西藏壯遊之旅。還有我台架第二西藏咩東河去啊，我從台灣先飛到上海，上海站飛到西南站坐鐵路去到拉薩，那東道團啊，韓國因為應該本身就有個鐵路嘅問題嘛，血栓，然後它海拔就當高，該缺氧啊，可能當危險。還是想講吼，我有可能用不到身上的這些錢了。那你有寫好嗎？有，我摸寫啦，我直接錄起來，就是好想看哦。到時候會 po。我想聽啊。韓國吼，我出發之前還當吼去到古亭，就應該爸爸媽媽帶來手菜，然後慶那主盤不低6小，就有那種正式拜別的感覺。而且還買煮到凍澎湃呢，有，那結果我咩學到吼，我們啲有時候也係我叫深淺勾偏色啦。嘿，還有我盡緊出喜劇嘅，咁我重點咩？係因為。我冇打算讓我錢留下來，所以咧我就每日團吼都挺最高嘅嗰種調電廠，完全感受到冇窮人嘅感覺呢。你上背當機哦，該空姐哦，它是1對1的服務，就衣服在你，然後他就這樣哭下來哦，張先生，請問你要吃什麼呢？哎呦，該上鏡就冇窮人咯。韓國基本半夜少少嘅那種毛巾啊，先你出下手啊，韓國該下講啊嘛。有，然後我緊緊就，真嘅，嘿，呢度該貴賓室的地位多，它有那個券是免費按摩券，因為那幾多鐘是那幾多鐘，
韩国刚刚讲挑级哦，不是给摸含量，因为学几道就是挑不腻，还有一次调好几杯给你，还有讲一选，然后还有该围了，哎呦180度起在，哎呦，我在甩哈180度哦，跟我的那个扁平足恐龙偏离，真的很舒服。韩国应该脚可以这样子动哦。就手属于恐龙，不是你好，这样打扰到别人。韩国哦，还要花动不死天的东西。譬如讲吼，该充电不死钱。韩国 WiFi 这么罕有，可以拿回去啊。啊，各种拿回家。韩国跟 WiFi 哦，跟不一样机档购哦，天空档购哦，你走得到爸爸妈妈视讯报我还是新加坡、香港经济舱就有 WiFi 免费使用。哦，几千你谢谢。180度，黑了20度。哎，经济舱就走的180。等一下，该该 WiFi 款给速度啊，又都有 WiFi 魔法图视讯呢，你好丢你的，吃到饱的。好啦，紧紧哈，台长不用再争这个东西哈。我呢因为经常讲哈，家人因生某一摆走在去到地床，好，够不这样哈，所有的钱源拿出来。我紧紧讲哈，台长来错不让记的时间，喊为督导内底有时间，喊讲你最好哪只机床来，等下就来继续，然后台长强下来分享了。最后就会记得买的都会限量嘅，就我买买唔到嘅，就是在骗你们这些观光客的钱。限量诶，就分享的。好啦，给阿志颖。公路卡通业务呢，佢哋动厉害哟，因为现呢，因为呢，亚条嘅卡通业务还有特别称嘛嘅。机场版本的卡通业务，同到嘅卡通业务都有，像刚刚讲到嘅sản婦店嘅係，sản婦店嘅會有機場嘅專門的。它這跟我剛剛概念一樣，就是盡量滿。有一點。還不用給。更好傳機兩三的錢。哎，請記。歡迎大家到嚟後生睇上講嘅節目現場，今日是老大家講到吼，嘅疫情過後，大家就動歡喜，힘嗲嗲嘅，想喺出國去了，想喺坐比洋機。唔過咧，最近啊，近吼，人家一開始講到這種 Skytrax 嘅記者嘅統計發現到，大家最好嘅機場，全球最佳機場嘅排名吼，前5名兩本大家講，就話冇兩到100名，可能兩到天公兩唔對。第一名就係新加坡嘅中義機場。全世界最這樣的機場，大家都心知肚明，就沒有人會否認它。它是景點之一，新加坡景點之一啊！樟宜機場本身就是景點哈。第一名是卡達的杜哈哈馬德機場，您可以講你有提到卡達。就是有辦事組在中東，卡達的哈馬德機場。第三名是大家可能又動因台灣都會去過，就東京的羽田機場，不是成田，是羽田機場，真正隸屬於東京都的羽田機場，因為成田是隸屬千葉縣嘛，大家有提到嗎？它不是東京的。第四名大家可能你喜歡過嘛？去過，就仁川機場、仁川機場。再來第五名是巴黎戴高樂機場。台灣的第一名桃園機場名列世界82名，所以大家幾高有在百大機場中啦。大家最好去到按到國家個係最好嘅機場係哪位？你家老大家分享一下好唔好？先分享嘅，也冇去過機場，每次都當好嘅紅料啦，就係芬蘭機場。因為芬蘭機場佢地位都唔單止買嘅名牌聽聽，佢地位都買當到佢哋動有特色文化嘅產品。不是像我們那種本土產那種而已，不是哦。像比方講，有大概卡通魯魯米啊，他就真的做一個很魯魯米系列的裝置藝術，然後底部都有給他點，做得翕相，係做翕相。係韓國過來呢，就係每次都指定一下，就係芬蘭就會有聖誕村嘛，從我說佢一年四季都有某區用嘅聖誕村的裝飾。因為你只會熱談寶寶嘛。蒙差祝你生日快樂。沒，所以你最好是那樣的哦，有那種特色主題性。超。你覺得哦，那種料理好像就是另外一隻國土，那種夢幻的國土。我每次到最後就會記得買嘅都係限量嘅，就我會買唔到嘅。就是在騙你們這些觀光客的錢。
就不想了。好啦好啦。因为阿志云最好的那一只国家那一只机场。虽然刚刚讲益田机场係前身名嘛，不過我想去同大家來分享到係成田機場。哪裡塔酷過？係冇錯，因為成田機場未算係日本嘅隻日文號嘛，係就當然會當中一去。你講到日本嘅機場都有當到嘅特色，就係呢，從成田機場呢，佢唔單止鐵站頭、天二紅站呢，都有賣當到嘅衫褲，因為我先好買衫褲，有名。東東機場就有衫褲啊。不過佢喺1、2航站都有很多，係真講嚟呢，佢當到嘅好食嘅店名啊，也係當基本嘅，因為日本講到就係非常基本，就係佢嘛嘅最有名係嘛嘅動漫。哦，動漫、卡通、冇錯，卡通人物，講到卡通人物呢，佢都動厲害哦，因為係呢，因為呢，有條嘅卡通人物係有特別出嘛嘅幾重版本嘅卡通人物，比如講皮卡丘嘅幾種，就是有這個就當到嘅卡通人物都有，從剛剛講到嘅衫褲店嘅係衫褲店嘅會有幾重嘅專門的。它就跟我剛剛概念一樣啊，就是量販的。有一點。東號傳機兩三係千嘅經濟。比如講馬街牌吼，你考好咧，你考就算佢我杯有點，唔過佢一天會有幾重嘅版本嘅衫褲，我杯買唔到嘅。韓國因為日本嘅東西都非常嘅精緻，非常嘅得人下。跟有時我阿公阿婆就突然去搞嘅時，就有特別啲幾重買嘅咋皮革的小東西送俾我，咩係最尾擺同阿公旅行時佢送俾我嘅紀念品。做啲不用買嘅。沒有。我喺掛都是買嘅，唔中我掛都壽司檔號，係很細緻誒。一定要同佢紀念性當中，因為係阿公送你嘅。冇錯，因為一ngày掛了有10年時間咧，係唔會壞掉。所以其實這個東西本身嘅家是冇按過，唔過係阿公送嘅。送嘅啦，我同阿公嘅比喻就啲呀卡棒底不會度。所以東已經出過去了，是老人之間嘅感情嘅感動。對，所以每一個細細嘅事件，不如來講下，假使我想買到便宜嘅機票，我用解釋。真係，去省都冇捱就對嘅。其實啊，咱講來回嘅時間一定要避開嘅5、6日加3日，就講嘅了年嘅時間會較貴。還有那個一張我下載有一隻軟體人都 Sky Scanner，就得隨時掃描嘅家私。然後講真嘅，因為佢有上市後1點鐘到下1點鐘，可能會變動，會有一系列檢查。嗰個還有我自己可以感覺，我有吃到有100。按部頭買半夜人去溜機票，然後走順嘅機票，家私本咩會冇共用。故說半夜買可能會較便宜，因為有一班人就去買嘅菲律賓嘅機票啊，按部頭係比香港人坐嘅新運航空5600塊，天然你走順看係1萬塊，可能沒有可能講便宜，沒有可能便宜你本人買睇咧，沒有可能。故說一時間嘅檢查沒係有檢查嘅。你看到一便宜就夾買下去，韓國買下去過後，你就冇過去查，不是上岸走。有啲衝擊股票，係啊，看你心情會變差。你可能看到更低的要追加，再追加是嗎？哦，原來係安樣去，然後他的想法，然後一般一模去。唔過咧，前幾日睇曬基本已經上到安度，然後錯不兩記，還有機場嘅故事，係唔係掠下上嘅舊款機票、眼皮天光，呢就係後日實出軌去咧，我記得咧，下禮拜同嘅時間繼續來收看捱到嘅後生睇上講，要翻睇假歌，各位了了，拜拜。喺準講愛出國，由當人天策我先測坐飛揚機，一坐到飛揚機當空，不管去旅遊，也去做頭路。我相信啊，由當人新冠度航，歡喜樂聽。唔啲觀眾朋友準備好下一段旅程嗎啊？一下就來去做換機票了。